老婆嬉水，Eason話唔係第一次。準備睇住啊！一陣好似個女咁喺活動度撞傷耳仔見紅就弊啦。但係佢今次就唔係佢白，以為佢係意外啫。同埋最緊要個聽覺冇事咯，即係冇同埋冇傷到啲骨啦。康提唔使亂針，難怪你前晚去首映仲咁輕鬆啦。咁你又點睇雜誌話取同 Kelvin 潘去嬉水啊？我知道啲各界傳媒朋友有啲好，即係都關心，成日打去煩佢咯。其實唔使打啦，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噶啦。即係同阿 Kelvin 潘。佢話對老婆100%信任，加上 Kelvin 潘係佢哋嘅好朋友，所以根本唔使回應任何嘢喎。呢排唔係冇新聞啦，呢排係咪？姓謝、姓張、姓楊、姓李，都咁多新聞啦嚇，悶啊嘛！大家都即係要影下我老婆嗰啲。撐老婆之餘，睇嚟你都好留意最近啲新聞噃。